高雄平均每一年都要处理8万至10万吨的废碰层，唔但爱派车去载，佮爱叫人来拆，甲袂当回收的拢抽出来单掉，成本是有影上重。市府嘛决定对明年开始回收碰层拢爱收钱，一吨上济收700。回收车到现场，3人一组落车，有人指挥交通，有人搬废弃碰层。规车的碰层拢算大型粪扫，就要派专车来运。不过明年1月1号开始，乡市的民众要等这的废弃碰层，就要收钱。按照单人、双人也是独立桶的方式来计算，金额为225块到700块不等。因床垫由棉质物与弹簧铁件复合组成，需经由人力与机具搭配进行拆解、破碎等末端处理。考量使用者付费原则，并反映清运、拆解、处理等各阶段成本。市府统计，这2档每一档废弃碰层的运量大约10万层，考量到人力还有油料成本，加上清运了后，这民层爱处理的程序非常的复杂，才决定爱使用这付费。700不贵啊！我说我上次那个请外面人来载废弃物，一车就要将近1万块了。那个大型废弃物收费是合理的，合理啦，因为你看他们出动也是有人员嘛，对不对？有油嘛，对。回收碰层爱自费，民众大部分拢认同，但是有人烦恼，有可能带动的轻轨业者嘛要缀咧收钱，也是讲有人故意跨管期去等碰层。但是针对这个议题，邻近的台南市甲屏东县，伫个这个进前无做出回应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